观众朋友大好，欢迎收看11月17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一开始，咱来看一个好消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昨宣布讲，因的疫苗后期实验防护力有94.5%，已经有欧美甲英国的订单。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莫德纳疫苗并无伫全球采买疫苗计划第一波的候选名单内底哦，应该会是伫第二波的名单。咱之前嘛捌甲莫德纳接会阁继续来争取。美国生技公司莫德纳16表示，根据疫苗后期临床实验的数据，新冠病毒的防护力94.5%，嘛是伫咧辉瑞了后最近第二间疫苗实验传出好消息的公司。Our vaccine, mRNA-1273, is able to prevent COVID-19 disease, including severe disease in people who've received it. It's really just a milestone, though, but we still need to complete the regulatory process, which involves completing the study and generating more data, even some follow-up and safety data. We hope to have about 20 million doses of the vaccin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by the end of the calendar year.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about 500 million to 1 billion doses next year. But that is going to be a 24/7 operation. 莫德纳伫美国订购3万个受试者来接受疫苗测试，有95个确诊病例，和其中5个人注疫苗，另外90个人注安慰剂。注疫苗的人总共是注2剂，前后让4个礼拜，会当安尼来推出莫德纳疫苗效果，而且会当预防重症。美国目前疫情真严重。辉瑞、莫德纳的防护力拢伫咧90成以上，真正是一个好消息。The first agreement that we reached with the U.S. government was for an order of 100 million doses. 世界卫生组织对莫德纳疫苗表示真欢迎，后面嘛已经预告要采购4.05亿剂，英国500万剂。莫德纳预计会当伫未来1礼拜左右提出美国政府要求的安全性数据，嘛会申请紧急使用授权。若是伫咧台湾的方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雄表示，莫德纳研发的新疫苗无伫咧新冠疫苗全球购买计划 COVAX 第一波的候选名单内底，预计立即起第2波的候选名单会等待通知。真正就捌甲莫德纳接触，也甲等待谈判，会多管道来继续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东洋公司本地要代理德国武汉肺炎疫苗，后来说破局，嘛传出讲有内心通话几个内线交易。董事长林全嘛讲哦，伊怀疑是外面的人的行为。证券柜台买卖中心是表示，东洋有提供开会名单，目前嘛正在调查。士林地检署嘛已经接到检举，检察官已侦办中了。东洋代理德国 BNT 疫苗破局了后，外界质疑内线交易。虽然金管会柜买中心检调已经介入调查，议员加做立委质询的焦点，认为疑似是东洋说明无实在，才造成投资人重大损失。他没有向大众说明，他们只有这种不确定的这种授权。今天第一个阶段就是确认他的重讯发布的时点跟揭露的内容是不是完整，2个礼拜之内会做报告。东洋是伫10月12开记者会，宣布摕到 BNT 疫苗伫台湾代理有条件授权书。10月15股价冲到84.3块，11月73宣布疫苗代理破局了后，11月79落到69.3块。卫生高量来看，10月12下晡开摕到授权书记者会进前，782天的交易量分别是273张甲434张，12收盘交易量到2414张，宣布终止代理权进前交易量各冲到10715张，到底倒一寡投资人用这么精准买卖？李伟在民众表示，东洋董事长林全对外表示，怀疑是外部的人牵涉内线交易，敢讲这是咧指卫福部的。卫福部谁参与这一次的会谈？可能不出10个吧。我们不认为我们自己是会去做内线交易的人啦。记者会多次强调要配合政府机关、配合卫福部的要求，这都是我们看起来都是有条件的授权。我们有初步的资料分析之后，会送给检调单位办理。士林地检署检察长信箱也伫顶礼拜收到民众告发台湾东洋好亲像有内线交易的批。署检表示已经分案他治案，由检察官侦办，目前犯罪事实甲犯罪对象无明确，会继续调查，也会甲金管会联络，了解调查进度甲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台铁松山到台北路段早起7点外电车线故障，台铁是赶紧断电抢修，嘛造成真侪班车拢误点哦，因为是上班时间影响到真侪民众，也毋过目前已经恢复双线通车咯。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还未准备要交接政权，川普搁伫推特铺文讲要向法院提出大案件来挑战2020年的选举结果，因为美国疫情嘛愈来愈严重，拜登上新的谈话嘛呼吁政权交接，爱莫搁拖咯，互新政府赶紧来接手来控制疫情。拜登发表胜选演说已经过1礼拜，川普看起来也是无要进行政权交接。拜登昨日上新的公开谈话呼吁唔通搁拖落去，若是真正等到明年1月20日交接，伫苏新政府处理新冠疫苗的注射计划会慢过半月，到时阵会有搁较侪人死亡。More people may die if we don't coordinate. Look, as my chief of staff Ron Klain would say, who handled Ebola, a vaccine is important.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伫咧军甲已经有超过1100万人确诊，24.6万外人治病死亡。拜登任命的新任政府白宫幕僚长柯林恩表示，明年初必须要公开来注疫苗，拜登团队必须要随甲川普政府内部专家来合作，才会当确保疫苗计划会当顺利来进行。就算美国总统川普15推文讲，选举去互操控，所以伊赢。外界解读是选后头一届公开承认对手拜登胜选。伊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伫咧接受福斯新闻专访时阵，佮特别驳回讲绝对无即种代志。No, far from it. What he's saying is more, I guess you'd call it sarcastic or a comment on the terrible times in which we live, in which the media has said he won. 另外一方面，川普推文伊个会向法院提出大案件来挑战2020的选举结果。官司未来方向也无清楚，毋过会当确定的是，明年1月20日落台了后，若是减少总统所享受的司法豁免权，恢复平民身份的川普，会面对规大关的性侵、诈欺、洗钱、逃走税的司法诉讼。4年以来，因为总统豁免权全去互囥伫遐的司法案件都有6件，等咧调查也是特别去互调查的刑事甲民事诉讼，超有30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大多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早暗会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台湾附近拢是吹偏东风哦，只有食方面的东半部地区佮基隆北海岸会落淡薄仔雨。今仔透早各地大约拢是20度到23度，东半部的温度有较悬，有26、27度，西半部今仔嘛到30度。明仔载后日的日时温度会阁愈悬，也毋过日时佮暗时的温度是会差真济。今仔嘛是因为吹东风哦，西半部、北部、中南部地区空气的品质拢是感觉式的提醒。再来看农粮署之前有公布讲，高丽菜种植的数量上过济，反而计数会崩盘，也毋过即马大卖一斤是40块，往过才20块尔，贵要一半。农粮署嘛解释讲哦，即马收成的高丽菜是8、9月份的时阵种的，因为天气真热，佮无雨水，收成歹，高丽菜才会一直起价。民众伫市场慢慢竞买一寡菜，但是目睭拢上伫个油菜类，架顶的高丽菜拢无人买。菜贩也是讲，今年高丽菜价销一直真贵，11月中价销也是40块左右，甲往年一斤20外，价销差1倍，消费者一直话贵，买袂落去。平地的现在卖的话，一般市场的话，30几、40块都要。就是往年低的时候，大概是就是20块、20几块啊。高山高丽菜来说，其实现在1斤要到55，会不会觉得还是太高了？太高了，我那个一粒起来都100多块。经过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行情站，大台北市场11月份前半个月，高丽菜每公斤25块6，交易量3455.4吨，比去年同期每公斤13块，交易量3389.7吨，价销起价幅度达到96.5%。外界即个农粮署进前发布2届种伤济这个订户，烦恼收成了后价销崩盘。但是目前高丽菜一直起，农粮署是讲，即马采收的高丽菜是8月底9月初所种的，关山高丽菜提早采收，佮加上平地高温烧热少雨，致使着产量无亲像预测遐尼济。8月到10月天气非常的热，有一些病害的关系，所以说产量比较少。正常的话，1公斤的高丽菜大概要收50吨到60吨哈。那目前收的话，大概就是只有30吨。
成有哦，往年10块钱左右上下，现在每公斤30块了。随着产量渐渐增加，农业署表示，高丽菜后礼拜价销就会回稳，但是接下来都要搁面对11月份大量所种的高丽菜，连续伫春节进前顺利采收，恐惊还搁面临菜价放盘。对这个代志，农业署再三呼吁农民调整生产规划，分批减种，后续原来会提出配套措施来协助销售。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武汉肺炎的疫苗有好消息，美国药厂莫德纳宣布讲，因的疫苗防护力有94.5%，比之前公布的辉瑞疫苗效果更较好。嘛是第2间成功做出疫苗的美国公司。咱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会将莫德纳来做是咱国武汉肺炎疫苗全球采买计划第2波的候选名单内底。再来看联合报，咱国内嘛有3间药厂的武汉肺炎疫苗准备要做临床试验。疫情指挥中心伫顶礼拜启用的登记平台，有立委是质疑讲，并无经过人体试验委员会核准哦，有违法的疑虑。若是出代志，谁要负责呢？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是表示哦，厂商是必须爱家己负责。再来看自由时报，癌症的免疫疗法有新的突破。中研院的团队开发出全球第1个会使直接杀死癌细胞的新抗体，有机会在2年内底开始人体临床试验，未来会使用来治疗大肠癌、肺癌、胰脏癌等癌症。再看咱国内昨是新增加一名武汉肺炎无尽头的病例，是一名来自印尼的女性移工。目前胃着病移工有49例，印尼有28例上济，过来是菲律宾21例。指挥中心昨是表示讲，目前嘛在准备秋冬防疫专案，未来伫大卖场坐大众运输工具，无挂喙암上济使罚15000块。相关的办法伫这礼拜3会公布。由我团队移工确诊，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国内新冠肺炎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病例，按6控数，是印尼籍20多岁女性社福移工，伊伫今年11月7日来台工作，入境到即嘛无尽头，则是集中检疫期满前采检，后来才确诊。他在10月30号的时候，也曾经在母国印尼采检。鼻咽拭子，那时候 PCR 检验是阴性，更早以前也许有感染过，或者是说是在检验阴性之后才在出发当中感染到。因为欧美地区已经有第2波疫情，国内最近逐天差不多拢有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中心进前也预告要公布秋冬防疫专案，包括着边境、社区也加检验这3大方向。16个证是讲顶礼拜已经甲各县市卫生局开会讨论，未来伫大卖场、大众运输这部分场所会强制挂喙암，无食相关罚15000。目前的研议是，这个公告会依据我们传染病防治法36跟37条来订定。那它的相关法则就是3000块到15000块。若是检验的部分是鼓励病院扩大采检，会提供奖励金。我们是希望说采检的数量可以再增加，那我们会有这个奖励的措施，就是说如果医院有达到一定的这个目标值或者是百分位的话，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奖金。指挥中心强调，秋冬专案实施细节也甲配套措施，礼拜3、18会统一公布，也有简单说明单帮助大家理解。根据统计，11月16为止，国内511例境外移入个案，有49例成分是外国籍移工，其中印尼籍有28例，菲律宾籍有21例。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各个国家，全球的病例数嘛已经超过5500万例，死亡人数有132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早是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603例；中国的病例有86000例，香港有5400多例，日本有超过14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1100万例，印度嘛已经超过884万例，巴西超过586万例。另外，在欧洲方面，西班牙超过452万例，法国嘛超过191万例，英国嘛已经超过139万例。香港的油麻地有一间年铺餐厅，昨发生火灾，造成7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香港的警消人员是表示讲，会遐尼严重，是因为刀啊、椅啊去挡着逃生的路线，出入口嘛只有一个，佮加上大楼上过旧，并无消防的系统。
大火一直为窗仔门问出来，边仔咧看的民众是看落会惊。消防员赶紧甲受伤的人赶出来，伫顶仔骹随甲做 CPR 抢救。15暗时8点半，香港油麻地一栋4层楼的建筑严重着火，真侪人受困伫内底。虽然消防人员伫10分钟内就甲火拍花，不过袂少着伤的人，因为去互烟砸着伤昏去，全毋知人。7个人送病院了后救无转来，11个人轻重伤，上细汉的死者敢若有9岁。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导火点伫一间尼泊尔的餐厅。代志发生的时阵，一群亲戚朋友当伫替囡仔庆祝生日，疑似是已经点倒的蜡烛，去用放伫门口的涂骹，了后去烧着隔音板造成的。咁有好多一啲餐台嘅佈置。咁我哋嘅同事入到去救援嘅時候呢，係因為個火警嗰個嘅火勢猛烈呢，所有嘅被代救嘅市民呢，都係喺晒嗰個單位近住廚房最入嗰個位置喺度等待救援。消防人員指出，因為這個餐廳敢若有一個出入口，而且室內放真濟桌仔椅啊，要走出去有困難。加上這棟大樓已經真舊啊，並無任何的消防系統，才會造成死亡甲受傷的人遮爾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伫迄天暗時發表聲明，表達悲痛的心情。嘛，只是相關的部門愛全力調查導火的原因。16早起，林鄭月娥嘛去火災現場視察，不過干那點伫遐10分鐘了後就隨離開，嘛叫香港人批評。即係嗰個大廈都係啲舊嘅唐樓嚟嘅，咁但係咧，即係喺呢啲舊區裏邊咧，即係有火警咧，其實一宗咧都可以係好嚴重嘅。這是2011年了後，香港死亡甲受傷上較嚴重的火災，而且空間小、厝價佫懸的環境，一直讓香港民眾真不滿。嘛有袂少厝頭家清財違法，甲欠缺消防甲相關安全的設施的厝租出去，即嘛佫發生重大意外，居住安全佫一個引起香港人的討論。記者綜合報道。來看非洲的伊索比亞，伫今年除了有疫情，佮做大水以外，嘛佮拄着25年來上嚴重的蟲害，民眾毋但咬巴肚嘛啉太過水哦，佮加上發生內戰哦，有上萬人逃到隔壁的國家蘇丹，人民的生活是真痛苦。地水西城區則個坐船渡河，為着要閃避戰爭，真濟伊索比亞人走去蘇丹伫邊界起簡單的難民營。The situation is very bad, to put it mildly. There are about 15,000 people here right now who've basically arrived over the last 5 days. 過無幾天，島內的人數已經增加到2萬人，可能會發生新的人道危機。毋過北部泰國瑞省的戰火毋但無停，叛軍佮指控隔壁國厄立垂亞協助中央政府來攻擊泰國瑞省，再是發射導彈襲擊，嘛互這場因為選舉爭議所引起的衝突是愈來愈歹收煞。其實伊索比亞今年一直發生災情，除了已經有10萬人確診的新冠病毒疫情，熱天大水雨所引起的水災，嘛互真濟人一暝之間厝攏無。當然動物嘛是同款。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指出，水災已經致使當地35萬人有路無厝，部分災民暫時住佇私立學校的避難所，毋過物資無夠，因差不多攏是營養不良，佮加上衛生狀況無好，醫療團隊煩惱講會發生傳染病。ውሃ በሌለበት አካባቢዎች ላይ የተደፋረሰ ውሃዎች ወይ ደግሞ የቆሸሸ ውሃዎች ይጠቀማሉ። ስኪን ኢንፌክሽን እና የቆዳ በሽታ ይመጣል። ኮሌራም ሊከሰት ይችላል። ታይፎይድ ኤንድ ታይፈስ ካዲያማቴ ደግሞ ይሄ ውሃ ወለድ በሽታዎች毋過學校就特別開學，嗰時陣災民就愛離開，嘛是共款無厝他等，狀況真嚴重，地方官員所攏無辦法。حدلو دوما كورونا تبعي السجني كورونا كل جحنك كل تبعي نجي ليه سوق هايتي تاني تنا ما بعرينك سلته أفا هايتي بعري أفا هايتي وبعري دبوك هنا يا أواي دوك نتيمتي عنايتي جورك سوق تباركو أواي官員才無奈，因為除了水災，當地今年嘛面對25年以來上嚴重的草莓的蟲害，超過20萬公頃的田被草莓啊生長，伊嘛唔知影要安怎才好。ምናልባት ፈጣሪ ካላስቀረው በስተቀር ሊቀጥል ይችላል ብለን ነው የምናስበው።疫情、水災、蟲害、內戰，災難是一個接一個，互伊索比亞會使講是無比嚴峻過，各種災難互當地無糧食他食，可能有要600萬人糧食無夠，呼籲各界鬥3工，趕緊提供援助。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國際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首先是因為武漢肺炎的疫苗又有好消息，嘛帶動市場對經濟的信心哦。所以今仔歐美股市攏大起，其中道瓊是起470點，以將近3萬點收盤。
再来看传出 WHO 的总部有65个人去挖到武汉肺炎膜，虽然 WHO 否认讲总部有疫情，也毋过嘛拒绝回答媒体敢有领导该站去挖到的问题。再来看澳洲的总理莫里森今仔去日本访问，有可能佮会甲日本来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军事合作协定，做伙对抗中国的威胁。再来看 APEC 商部长会议，伫台湾时间昨暗8点一直开到饭店哦，是以视讯的方式来举行。咱国的代表国发会主委景明欣甲政务委员郑正中哦参加，因伫会中哦分享台湾对抗疫情甲国内典型经济的成果，也毋过国内嘛真关心哦，台湾无去加入15个国家共同签署的 RCEP 会对咱的产业产生什么影响？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哦，这2礼拜会来听各界的意见。受到疫情的影响 ，APEC 商部长会议伫16暗时8点到17个饭店40头一届以视讯会议的方式来举办。台湾由国发会主委金明欣、甲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振中来出席。2个人伫咧会议当中分享台湾对抗新冠肺炎的疫情，还有国内进行经济成果。金明欣嘛伫咧会中搁一届强调讲，台湾希望会当协助各会员国来对抗疫情，而且协助国内防疫物资业者发展海外市场，深化甲亚太地区的投资甲合作。另外，台湾人嘛正关心的重点是，台湾无法度加入的 RCEP， 经济规模是要加26兆美金，占全球 GDP 超3成，15已经正式签署。部分专家烦恼讲，台湾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可能去向变演化。毋过，财政部长苏建英认为讲影响无大。经济部长王美花嘛指出，若是签 RCEP， 国内钢铁、石化、纺织机械可能去受到冲击。嘛强调讲过去捌争取讲要加入去 RCEP， 毋过伫中国的主导之下，短期以来可能无法度。我们要加入 RCEP， 要经过所有的RCEP 成员的同意。那中国如果提出台湾要遵守9·2共识，要遵守1国2制，大家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接受吗？面对 RCEP 的冲击，政府嘛想尽办法，另外找一条路。昨日下晡，经济部处长陈正基已经带领工业局、国务局等人，伫咧桃园国际机场准备要出发去美国，要来参加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彰显台美的伙伴关系，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来强化双方的经济合作。对话的对象不是特定的政党或者特定的个人，而是跟美国政府的整体的这个对话。经济部长王美花等等的其他部会代表是透过视讯伫咧台北连线，两边做伙做对话召开的时间是伫咧台湾时间20拜5暗时9点，规个过程无开放，预计2日半暝结束。而且嘛讲，台美双方对话了后，无排除讲会签合作备忘录 MOU。记者综合报道。银行的理财专员使用客户资金的事件是常常发生。金管会统计，最近10年都有22间银行捌发生过妨害约1亿7千万。金管会嘛讲，未来除了会罚愈较重，搁在买连带受到处罚，甚至会使拒绝银行并购。大新银行中和分行4周的理专涉嫌减少主导将近3亿，犯下银行史上金额上悬的大领客户存款案。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批评这件恶迹，讲以后绝对不是罚钱就准拄煞。以后对于这种理专弊案的罚款额度绝对要提高，公司治理评鉴的时候绝对扣分。如果有些案情严重的话，根本拒绝他接受被评鉴。我们表达一个态度，让社会大众、让外资投资人了解这些银行有做了哪些事情。金管会统计，在过去10年来，理专盗领散型客户资金的备案总共35件，涉案银行22间。敢若是最近1年，除了大新银行理专的将近3亿，还有玉山银行、高雄凤山分行前4判例理专散型客户1.09亿。玉山的邦桥保健分行理专也散型2位客户3600万。华南银行新生分行前4张的上理的24位客户将近2亿。银行银行的前4位理专散型客户7000万的案件，总共裁罚的金额1.69亿。这也佫无包括今年也未处理的玉山银行加大新银行。理专经手的客户资金，细条的几落百万，大条的是几落10亿。有一寡人客资金较侪，伤过分散，无定期去检查；也个就是伤过信任，破啊伊若拢交互对方代替操作，理专才法度动骹手。
彼此之间有私底下的金钱往来，比如说借贷，甚至于代抄，公私不分的情况下，更容易造成挪用客户的资金。地处金管会伫咧去年发函要求银行公会定出10多项防范措施，维护消费者权益嘅理专10届，包括禁止代替人去保管、限制交易，也有理专嘅论调制度。不过金融专家认为，这种代志是年过月深啊。认为金融检查银行的内控，拢只是跟他做表面的，应该是无定期向去做金融检查，对涉案的银行发较当例，效果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台大校园发生不幸哦，各界拢正关心学生啊心理健康的问题。有立委是指出，卫生福利部推出的1995生命线跟1925安心专线，电话是真歹卡。生命线是表示哦，因并无摕政府预算，只讲是因家己备份的人确实是无够。伊嘛建议政府哦，生命线甲安心专线会使考虑整合。受过专业训练的志工，一边甲民众开讲，一边伫咧电脑顶做记录，自做风险评估。研究立委质疑，目前卫福部伫咧设的2支心理救助专线，安心专线1925加生命线1995。去年1995卡入来有57万通，接通的19万通，接通率33%，担心会有一寡需要帮助的人无被发现。我们目前的无论是支持这个专线的费用，还有我们志工的这个人力都不足，因此我们会很希望政府可以在1925跟1995这边做一个资源整合。负责1995的国际生命线台湾总会强调，目前拢无接受卫福部的帮助，全台湾3000多位1995生命线志工拢是无薪水的，因拢爱升上志工课程，阁有8个月志工专业训练。其中包括考试，全部拢通过才当上线。因过志工大部分拢是退休年纪较大，暗时排班有困难，希望当做整合。至于1995的部分的话，可能也后续我们要再看一下民间这一边提出来的一些相关的报告，那看怎么样去做一些辅导建议。卫福部讲，1925安心专线也是志工伫咧接听，差不多100位伫咧轮班。去年服务9万多人次，体检1万多通有自杀的意向。立委苏康惠强调，自杀防治目前有2000万的预算，希望卫福部针对人力、追踪、辅导做完整的检讨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节运昨开始试营运，真侪民众拢去体验。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哦，试营运期间的交通问题相关的规划会伫通车进程全部改善。台中节运试营运的头一天，这对拄刷落来的翁仔某早起就来体验。今开业来做啊，今仔日佚佗欢喜。毋过台中节运伫咧上德站的开门时间敢若15秒，警示声单线的上尾1秒，门就会随关开。甲台北节运、桃园节运开门时阵，各一个春酒的时间无同，都有乘客牌仔险去互门夹着。有民众试坐了后，发现台中捷运专线伫咧转弯的时阵会出现声音。有学生表示，捷运免费试坐结束了后，要选择10公里免费的公车，还是捷运，可能爱伫咧费用甲时间点管各算一个。选择搭捷运，你到你学校大概还要多久？应该10分钟就到了，很快。差不多15到20。可能叫柔顺一点，可是就是在转弯的时候声音大一点。那个大音有大的声音，我觉得我跟在台北就捷运的声音是不大相同的。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咧试营运的头一天早起9点来台中捷运上德站来视察，针对上班时间1点钟以来有2000多人次表示真满意。试营运的期间嘛进行各种压力测试，通进行检讨改进。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试营运，那未来的这1个月当中，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压力测试那来了解民众的需求或者哪些地方需要再调整或是改进。尖峰时刻的人流啊，一般来讲2000多人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车流。台中捷运经过11年，总算是完工。11月16正式开放，予民众来试坐，若是一切顺利，预计伫咧12月19正式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电中高铁站边的涉水机哦，最近互乌白等手机甲一寡家具。1个月13，中华县政府调查所发现讲，这个粪扫拢是公所的清洁队等的。
彰化田中的高铁特定区为着预防落大雨淹水，设置几个堵风池。因若伫个高铁5路这个所在，发现从乌白迄千外立方公尺大型的废弃家具，抑佫有木材。13下晡，彰化县政府甲田中镇公所做伙去现场会勘。私人的袂扫你啦，公家之间会使带头违法。当地民众指出，要去高铁特定区4公里的车路去用扎起来，一般的民众袂当入去，想袂到关系到高铁站安全的堵风池，所去用乌白迄废弃物。就水下无路，啊，遮较早是积水的。恁会使蹲八成方会使，啊，你得摆明明是安，咱会使蹲垃圾。但的拢是手机甲大型的家具，因为阮田中镇大型的家具，互公所收是爱钱的。怀疑讲伊是收的了后，甲破碎拢甲摕来遮囥。田中镇公所承认这废弃物是清洁队暂时囥伫遮，不过强调讲并无影响到堵防，抑佫有脱水的功能。那很遗憾，那在地目上不符合的部分，那对部的部分也配合建设科会尽快将堆置在现场的树枝以及家具部分尽快给移除。去年彰化田中的高铁特定区因为废弃物导火，引起居民的疑虑。这个堵风池去互民众检举违法抌物件了后，今年9月份，彰化县府嘛发文互田中镇公所，无同意这个所在互临时乌白抌物件，希望因爱另外找所在囥。那这事情确实是违反我们彰化县的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现在的公园自治条例并没有相关的法则，原则上就是会要求公所这边尽速把它清除完毕。彰化县相关处要求田中镇公所爱限期甲场地开互观众，若是阁无处理，无排除会依法，且相关的主管机关裁罚。因若田中镇公所是回应讲会赶紧处理，按算3天至5天就会处理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山上区甲山上国小合作，互大人甲囡仔做伙来体验种番薯甲土豆，希望透过甲土地接触，来甲学到一寡知识。公所嘛讲哦，未来番薯收成会过来办控摇，邀请大家做伙来努力。人咧讲，无落种就无收成。看大人囡仔煮心状番薯丁插入去土里，期待丰收的迄一日。山上区公所和山上国小特别合作，举办种番薯和土豆的体验活动，让大人囡仔同齐来种植，知影做事人的辛苦。什么样技巧？你说一下。就是要种的那个土，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多找一些，不管活动啊，或者是什么。平一点吗？对，平一点。番薯真正出现伫台湾人的饭桌顶。过去手边趁食的艰苦人，因为白米有较贵，就用番薯签来糜。无鱼无肉，上无也有番薯叶做菜价。那社会咧改变，番薯颠倒成做现代人的营养食品。区公所办这个活动，也是想要推广食农教育，互参加的囡仔大细更加了解家己所食的物件。透过今天的活动呢，种植地瓜之后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们都可以参与。从成长的照顾，然后到收成哦，我们都希望。学生一直都来做参与。公所也表示，未来若收成，通办控土摇，互大家欢喜食亲手种的作物。有一句台湾话讲：番薯唔惊落土烂，只求基叶代代传。大人囡仔咧种番薯的过程，就亲像这句话所讲的，唔惊环境艰难来打拼，就通做好每一件代志，对家己的人生展现负责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的古溪，有一位88岁建筑师曾新利，伊甲新村古城台南的赤坎楼顶古迹做成钢比例缩小的模型，希望讲会使甲这建筑物的细节透过模型保留落来。恒春古城赤坎楼日本迪士尼乐园，一栋一栋摆伫咧岛顶，看起来新达达，就亲像因当初拄起好的模样。这挂模型是今年已经88岁曾新利老先生10多年来作品。少年的时做建筑工程的曾新利，对建筑物有特殊的感情。退休了后，世界旅游，不过却发现讲有真侪珍贵的古迹，因为风咧口日地拍，渐渐袂堪折，甚至因为现代建设，一栋一栋去互拆掉，心内就出现讲，若是无保存落来，后代就看袂到的想法。会决定用模型的方式，把这寡早期的建筑保存落来。去到恒春遐看到迄古城，去遐顶迄两个古城，我看到迄，讲哦，这只古楼哦，这若无甲做模型起来，将来若拆掉无使。因为本身就是做建筑的，
手路甲品质拢受到当地居民的肯定，因为年岁大，转做去细经的无兴趣。金足甲看，伊的作品当中，连厝遐两条拢刻甲真有路，亲像是这栋斗六早期出名西洋建筑和壁楼，其实伫1988年的时阵就已经拆掉啊。不过因为有装新里的模型，互即卖囡仔也会当看到当初时的模样。有听斗六个人咧讲，即间韩壁楼就要拆掉啦。啊，我是讲，这遮水的物件，这无来甲做做模型起来吼，将来袂当看。尾再甲周围拢照3楼去翕倒落来。古建筑会旧会后，虽然模型无法度完全保存建筑本身的规模，但是伊毋忘透过模型，甲珍贵的历史建物，也是迄当时的建筑风格流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后壁区有一个当地树公园，原本这附近只有一间旧旧凹凹的老厝，现代教授带领团队来做改造，即嘛已经真做是地方民众开讲泡茶聚会好所在。看到一个老大人伫遮欢喜咧唱歌，这是台南市后壁区的当地树公园。原本是一个废弃的老厝，无人会伫遮。不过经过成大姜教授带领的团队改造了后，即马真做一个真舒适的所在。我们的第一目的是提升这边的生活品质，就是把环境整理好，然后让阿公阿嬷、让在这边的人能够过得比较舒服、比较快乐。中华金星人艺术推广协会理事长嘛带团队同齐来布置，互这个公园添一寡艺术的气氛，而且嘛，学了这的老大人是真好斗阵。尽我所能啦，然后呢，把这个社区打造得漂亮一点。哎呀，这边的老人家哇，每一个都非常的亲切。希望说一些外地的好朋友们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是24小时，全时开放的。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这边之后，可以自己泡泡茶、喝咖啡啦。社区的理事长表示讲，这个当地树公园已经变做在地乡亲真喜意的一个地点，希望有机会伫这举办音乐会，也是艺术展览。嘛，欢迎外地人到台南佚佗的时阵，通到这和因做伙享受松弛的时光。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五，卫生福利部的专门健保会议会来讨论健保费调整的提案。目前是按算一个人一个月爱交了100块左右的费用哦。也毋过委员是认为目前经济长歹哦，应该先卖起。健保费可能一定爱起价啊！健保会这个拜五20日会开会讨论健保费率调整起价案件，因为卫福部长陈时中顶日捌表态，健保债务亏损扩大，健保费率是一定爱起。目前卫福部提出来版本费率超是5.25%到5.55%，比即卖费率4.69%是关真济。预计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增加100块保费。针对这件代志，健保会委员有的人的看法不同。劳工的部分呢，每一年政府都拨200亿啊。那健保的部分，如果像今年的疫情这种状况之下，政府也应该考虑呢，可以来多一点的负担。那健保费率是不需要做调整的。你这个时候调高保费呢，那告诉我们的医疗体系说，政府在这里会做持续的投资，会全力的一个相挺。那我觉得有特别的一个意义。卫福部表示，对人口老化甲薪油给付等等的影响，健保医疗支出会愈来愈多。虽望补充保费，但年资金超过400亿，不过3年前健保收支已经拄正转负，预计今年负债达到676亿。到今年底，健保安全准备金会无到1个月。照全面健保法的规定，健保是收支联动机制，才会当维持债务平衡，所以提案予健保会委员来讨论。明年如果安全准备低1.5个月的话，你就必须要调升，所以现在是根据这个机制要调升。若是外界团工行政院高层考虑疫情冲击经济，虽然这波起价紧绷，也就是汇率唔通超过马政府时代的5.17%。针对这件代志，卫福部是否认这项讲法，而且强调讲尊重健保会委员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路中碰见33张的老相片，学校伫昨嘛去警察局报案，校方嘛继续发动全校大摒扫，希望会使找到这个老相片哦。这相片的主人是讲，若是真正找无，伊会要求学校爱赔偿，卖来追究相关的责任。
高雄女中16发动全校全面敲找，行政人员伫校长的办公室找甲规个要变过，任何一个物件唔肯放伊煞，为着要找33张昭和9年至13年日治时期的旧相片，包括着同学去日本旅行，后来游泳池畔上课甲大饼扫的相片，但是一直到16相片也是找无，校方面为这件代志出来回释咧。目前来讲，我们找了一个早上，物件暂时还没有寻获，所以因此我们还是得深深的对当事人所表达抱歉的意思。高雄女中去年6月底用3300块费用向研究生黄彦杰借用日治时期女学生校园生活的相片来扫描，方便收入校史册留存。但是尾仔相片一直无行人，去年10月头一遍甲讨相片，秘书是回应讲还搁伫找相片，隔一年搁讲拍无去，想要私底下和解，但是相片所有人黄彦杰无法度接受，13要求学校爱赶紧找到相片并行伊，无正有可能要提出告诉。高雄女中以学校名义捐给我本人指定的相关文史团体。那如果没有，雄女他们就下周法院见。教育局进行和雄女两单位进行详细调查，如果有相关人员疏失，则依照相关法令给予惩处。黄彦杰表示，原本认为对方是学校单位应该守信用，但是即马确实有照无行，希望校方面以后对亲像这种的重要的历史文物，无应该干那用一般的教育方式来做处理，爱当制定相关的标准流程，防止这种的代志再一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去来台南的台湾文学馆哦，这个月有推出新的文学展览，现场有真侪互动的游戏，互民众会使用上轻松的方式来了解台湾文学的发展。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输入上去。你可能会晓用台语念家己的名，毋过要安怎写，会当靠这台电脑，佮家己倒做名片，变成你的名片。那这个名片差别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白话字拼写的。来到这个展览，亲像来到游乐场，互民众轻松耍文学，甚至会当求一支签诗。我有得到一个大吉，那这个是翁闹的小说的句子，我们这里面有27个作家的句子。这是台湾文学馆新推出的文学展览，除了了解台湾文学的发展历史，展出侪作家的作品、文物，嘛有趣味的体验，互民众轻轻松松就会当写诗做诗人。透过触碰或者是聆听的方式，用更轻松的形态去接近文学，然后去认识文学。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让大家能够从比较轻松的入门的方式去理解台湾文学的各种丰富的内容。哪算哪豆豆啊理解，尤其是台湾本土文学一路行过来是这么啊困难。像白话字书写的这样子的标音系统，或者是很多不同的作家利用台语也好，用自己的母语也好所创作的文学，我们都设法让它能够被看见，也希望它能够跟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比如说文学经典的那些作家一样的去看待它。现场分6个主题，对原住民的口传文学，到即马自由书写的年代，嘛看到台湾文学多元的内容。记者陈家君为做台南报道。再来看公司台语台甲嘉义在地剧团举办第2届的台语口说表演工作坊哦，来培训台语的表演人才，课程嘛真受到欢迎。今仔日会来，其实就是希望讲有这个机会会当练台语。课程拄开始上，大家人上台用台语自我绍介，有的人是真会讲，嘛有人讲了袂煞拍。因拢希望上课了后，会用互台语听讲读写能力搁较进步。因为即马学习的阶段，拢无法度讲到台语，所以感觉安尼真可惜，会常常甲台语放袂记，所以想要利用即个时间来学习台语。公司台语台甲家己推广台语戏剧的表演艺术团体稳剧团，搁一摆来合作，举办台语口说表演工作坊。希望会用方便中南部对台语表演，或者是想要学习台语的人。阮感觉讲，因为咱台湾的影艺啦吼，新闻传播大部分的资源拢伫台北，所以拢疏忽着中南部民众的这个需求。所以阮希望讲，咱公司台语台吼，未来会让渐渐甲部分的资源往南部来互大家来分享。因为我感觉会在
把台语变成我的表演一部分啊，我就会多一点戏剧机会啊。若是我搁较认同，我报名迄台语角色的较有才大啊，安尼。即摆课程毋但会用台语来读剧，还有布袋戏口说的练习。最后还会甲阮剧团的团员排戏共同演出，展现合适的成果。另外后壁佫会安排着即个声音表情的部分，吼，因为伫咧戏剧内底，你袂当讲像安尼打呢，无味无素安尼，啊，增加迄个声音表情入的时阵，当然就会当互迄个表演佫较精彩，佫较丰富。咱定定咧讲，加一个语言，就加一个灵魂，然后所以其实你啊，加学一个语言，你会丰富你的表演性啦，因为你就知影讲，哦，原来讲这个语言，你会使甲咱去表达无同款的情绪。上课的老师表示，来上课的校员大部分拢加强会晓讲台语，透过一寡生活思维的加强，希望互因会使有更较正确的表达，嘛增加对台语使用的认捌。恭喜台语台为你开创新未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这礼拜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甲伊翁婿菲利普亲王结婚73周年。今年94岁，伊丽莎白是全球在位上久的女性元首哦。因两个人的婚姻，佮甲因的年纪同款，长退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伫咧1947年离婚，今年甲原邦表亲菲利普王子来结婚。两个人迄当阵伫伦敦西敏市举办真大婚礼，嘛替二战了后真艰苦的英国百姓带来快乐甲希望。On the balcony at Buckingham, where many kings and queens have appeared, Princess Elizabeth happily shares the supreme day of her life with her countrymen. 5年了后，伊丽莎白二世接下来接因爸爸乔治6世为正做英国君主，安尼是伊的4个囡仔嘛小连续出世，嘛见证英国甲大英国协成员国的真济变革。伊捌伫1977年去北爱尔兰，前前后后嘛接见5个教宗。今年94岁，伊是英国上长退休的君主，嘛是伫世界上在位上久的女性元首。安尼是伊甲菲利普亲王73年的皇室婚姻，会使讲是一直拢真幸福美满。阿某两个人嘛顺利看4个囝儿大汉结婚，其中上轰动的就是1981年查尔斯王子甲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毋过，这个婚姻落尾是以悲剧来结束。1997年，戴安娜王妃伫离婚了后的第2年，就因为车祸来过身。迄当阵，戴安娜王妃也是世界注意的重点。毋过，英国王室反应真冷，引起外界批评。后来，女王透过电视发表这段对话，才互外界对皇室的敌意有较消退。She was an exceptional and gifted human being. In good times and bad, she never lost her capacity to smile and laugh, nor to inspire others with her warmth and kindness. 若是女王所面对危机，阁毋难一件。第2后生安德鲁王子表出圣条文的风波，顺那哈利王子离开英国皇室，这嘛拢捌互女王烦恼。毋过女王平静来面对一切。互子孙拢会当伫家己适合的所在有发挥。伊的翁婿一直到3年前才退掉皇室的公职。若是伊本人交代，也是受到民众的支持。两个人今年11月20日会伫咧温莎城堡做伙庆祝结婚73周年的这个重要的日子，要来接受大家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日本各地常常传出有熊出现哦，北海道就提出一款本来是用来惊野猪仔的机器野狼，这款机器狼会使发出60几种奇奇怪怪的声音，阁有会发光的目睭。敢是去画面内底翕啊镜讲一个，就随紧选，伊看到的就是这个。哪叫哪滑头，这只长超120公分、超90公分悬的机器怪兽龙，是日本用来甲陷害的新武器。伊的身躯有到红外线的感应器，若是侦测到动物，就会发出包括吹狗犁、机器噪音等等60多种的声音。LED 的电火嘛会一直是来甲动物吓惊。怪兽龙是由太平蒸汽、北海道大学还有东京农业大学合作开发。2016年头一届公开，2018年上市，到达已经卖出70多只。伊原本是设计要用来下走100产年的山猪，最近是用来做冻熊。第二卖2只的北海道龙川市政府指出，今年5月底到达，熊伫咧当地就出现10届，甚至是伫咧主体外口出现。从这个怪兽龙了后，就无阁看到怪兽龙成功伫咧无用武力的状况之下，甲熊赶互走，嘛互双方平安无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芬兰是欧盟内面哦，武汉肺炎感染率上低的国家。欧洲各国的疫情哦，佮继续的拖，甚至又佮封城。也毋过芬兰的感染率是一直减少，因是安怎防疫？咱做伙来了解。伫欧洲面临第二波秋冬疫情，佮要封城时阵，北欧的芬兰是反势操作。国内感染率一直降，民众对政府所提出的限制措施的态度是全欧洲国家内面上积极正面的。一开始大家拢注意伊边仔的瑞典，相对宽松的佛系抗疫反应，芬兰是点点甲疫情收掉的。My daily life actually didn't affect too much, except my social life. Like my friends doesn't really want to meet sometimes,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官方讲，抗疫的效果是因为政府量早做出行动，像3月就宣布封城2个月，也宣布首都赫尔辛基禁止出入旅游。自迄当阵开始，社会正大程度重新开放，政府也开发一套真有效的测试加追踪系统 App。全国人口550万，下载次数就250万，又让另外一家芬兰人较保守，爱踮伫咧厝外有关系。As we don't have restrictions for outside terrace, we just made small little glass houses and we're kind of putting in the gardens and making them look like they are somebody's living room. And people can have private dining experiences in them. And of course, this has helped us to get most of our teammates back. 芬兰今年第2季经济衰退6.4%，比欧盟平均14%较少。不过疫情也影响心理健康。芬兰人每5个人就1个人有心理的困扰，是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内面上悬的。封城造成的孤独感和问题更加严重。We have to deal with what we have to deal with, and just I think to have a positive outlook, try to find new ways to deal with everyday life, and I don't know, keep smiling. 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只有食方面的东半部地区，佮有基隆北海岸会落东半仔雨，西半部的温度卖到30度，西半部佮有北部、中南部地区空气的品质是无讲介好，拢是感觉式的提醒哦。咱做伙来看今仔日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